的让我们的心敞开。将天敞开。
在今天将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所需所求的一切都摆在他的面前，我们来求告他，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灵请来，圣灵请来，充满我心。是的，主，我们需要你的恩膏，需要你的膏充满我灵。主，我们要对你说，主，我们好爱你。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再一起来唱，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的恩膏，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们再一次的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的来开口。圣灵，一起来唱，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来领受你上帝来的恩膏，因为上帝说我爱你，你是我看中的儿女。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听我祷告。是的，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主啊，我们都要感谢来赞美你，无论是在我们得时不得时的时候，主啊，你都会给我们所有丰盛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你是更爱我们的，因为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顺遂的时候，这是你给我们的平安；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考验。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成为你的福音，成为你要使用我们的种子，能够让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福音在各地方能够感受主你的温暖，能够让更多的爱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让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灵
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新经历，你他们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让我们再用我们的掌声来荣耀赞美我们上帝，哈利路亚！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思慧。大家平安。感谢神的保守，这一周我们经历在神的恩典与神的爱。主日礼拜开始，我们一起来预备安静我们的心。神的话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神的话。阿里嘎努力。赞美，我们翻开台湾圣诗第11首，会众请起立。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在过去一周的保守与带领。不管我们所经历的逆境或是顺境，都在神的爱与恩典当中。今天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
我们要透过诗歌见证分享来赞美荣耀你的名，也透过青年事工部部长来请安报告，求神保守及祝福今日的礼拜。愿你的圣灵动工，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再次被光照，也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透过你的话语得刚强，求神添加力量、智慧与能力。我们的礼拜从开始到结束，求神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阿门。主归大概是吗？诵读神的话，在诗篇119章9节到11节，请读经的2位青年到台前。年轻人要怎么过纯洁的生活，就是要遵循你的命令。我一心要寻求你，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违背你。这是圣经的话。祷告多斯奈，请青年团契到台前。
比阿比利尔姆的伊拉那比利的那萨鲁米。见证分享，来高起，在风浪中赐予平安的耶稣，我们请徐恩雅同学来分享。大家平安。平安。今天身为团契的青年，其实在这里跟长辈还有弟兄姐妹分享，我很紧张。但更多的是对上帝的感动还有谢谢。在今年的2月，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高兴也最特别的一天，因为那一天刚好是我的16岁的生日，然后我也选择了在生日当天受洗，正式成为他的女儿。我到现在依然还记得那一天，心里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就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好像变新的一样。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这绝对是他送给我最棒也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当时的我想法其实蛮天真的，我以为只要我受洗了，我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再也不会有任何烦恼或是痛苦。但是现实很快就打破了我的幻想。老实说，我在受洗完之后，我发现我面临到的挑战没有减少，反而还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沉重。去年夏天，我刚从国中毕业，离开家到外地去读书，以为自己即将展开一段很浪漫、很专业的白衣天使之路。但现实的生活节奏其实很快就让我喘不过气。从以前很单纯的校园生活，然后就突然跨进了一段很严谨的领域。1年级开始，我就要背各种密密麻麻、背不完的医学专有名词，还有像是解剖学啊、生理学这种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科目。每天晚上，我的书桌上都堆满了讲义，还有课本。看着那些我看不懂的专有名词，其实心里充满了挫折感。除了课业上的压力，还要适应全新的环境，还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很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群体的年纪，同学之间的一些小摩擦，有的时候其实会让我想得更多。看着写不完的报告，还有不确定的人际关系，我的心里其实常常塞满了压力还有焦虑。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才1年级耶，我就觉得压力这么大了，未来还有4年的时间，还有更难的专业科目，还有实习，我真的走得下去吗？我真的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护理师吗？但这一切的压力还有焦虑，就是在前阵子的段考周达到了最高峰，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那个星期三。那天下午，中午，大家就是我们正在准备下午紧接而来的考试，就在那个最
每个人神经最紧绷、最毫无防备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他掉下来了。”这样子，只听到当下，其实大家都吓到，整个学校的气氛就变得很可怕。但残酷的是，我们甚至连悲伤还有消化这份震惊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钟声一响，我们还是必须硬着头皮去考下午还没有考完的科目。老实说，坐在教室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极大的恐惧还有无力感。看着我面前的考卷，但我的脑中却是一片空白。在那个令人窒息、不知所措的午后，我非常的困惑，我甚至在心里很痛苦的问上帝：“主啊，我不是今年2月才刚受洗成为你的女儿吗？你为什么要在我最想好好跟随你的时候，生命却给我这么大的重击？在下午还要考试，这种快要崩溃的时刻，你到底在哪里？你真的有在听我的祷告吗？”好不容易熬到了其中一科考完的休息时间，那时候学校的气氛还是很沉重，然后我们有几位基督徒的同学，我们就聚在一起，我们选择紧紧抓着彼此的手，流着泪，为彼此受创的心互相祷告。在那个休息时间里，我们手机也一直循环播放着诗歌。奇妙的是，当诗歌的旋律在我们的身边围绕，当我们开口呼求它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平静。原本发抖的手也渐渐的安定下来。就在那个当下，我最喜欢的一句圣经经文突然闪过我的脑海，就是腓立比书的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像一面很坚固的盾牌，瞬间挡住了所有的恐惧。我突然明白，我并不需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去硬撑，因为只要我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会成为我随时的遮蔽。这些诗歌、祷告还有他的话语，就像是在混乱的战场上，神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平安的避难所。那一刻，圣灵用非常温柔的光照了我，让我看见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受洗后生命就再也不会有狂风暴雨，他也没有答应会拿走这世上的苦难和死亡，但他答应的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极大的黑暗跟恐惧时，他会借着属灵的同伴与他的话语，成为我们实体的拥抱。同学们彼此紧握的双手，循环播放的诗歌，就是主耶稣在黑暗中对我伸出的手。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段考结束，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我再次回去面对人际关系和繁重的课业时，我觉得我的心境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前面对课业，我总是被分数还有名次绑架，就是每天都活在背不完艰苦学的焦虑中。但现在，每当我再次翻开那些厚重的医学课本，我会看见这些医学知识在未来会成为拯救他人生命的武器。我读书不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或是得到别人的赞赏，而是带着一种使命感，为了让未来的自己有能力去守护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宝贵生命。面对人际关系的考验，我是一个虽然表面看起来很乐观，但其实还是为同学之间的一句话就感到很挫折。但自从在那天看见生命的脆弱，并亲身体验过了同学无条件的关心后，他把我的心扩大了。我发现我自己不再那么执着于人际上的摩擦跟计较，反而学会用神的爱去包容，去
体贴身边其他同学的压力还有不容易。这场风暴并没有把我击倒，反而让我更加的长大成熟。神让我有机会在16岁这一年提早看见了生命的脆弱，但也更深更真实了他的信实与平安。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挑战也一定会越来越大，但我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主耶稣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是我的靠山。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自己能继续依靠神，在每一次的考验中更加坚韧，不只用专业的技术去照顾病人的身体，更能用我亲身在黑暗中经历过从耶稣而来的这份平安，去温暖，去安慰，去医治每一个来到我面前处在痛苦与绝望的生命。谢谢神拣选我在16岁这一年离开相遇。好，然后我现在要用这首《上帝能够》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分享。曾经为神干过的事情，还有耳朵为神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东西。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不止几次到永远，大地到没有不改。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不止几次到永远，大地到没有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不止几次到永远，大地到没有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不止几次到永远，大地到没有不变。可不止几次到永远，大地到没有不变。这里做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去内部开始等等，那就结果跟当年啊，跟我这里现在呢，我什么老的什么的，日本我让他们做啥的，我这那个就是不赛，我那个发现你做啥的地方，日本今就不让人今就在做嘛是那那什么是，那么是日本今walaupun acu kawai kimo dan magaku menurut pasal kimo tu lewat sama dengan lima ni asal dirungan. Itu asal sepuluh lima tu, itu dah bawa nak kena jalan lima tu. Asal mereka kisah rawat lima tu hari-hari. Jadi awal sika tadi rumah nak bawa lima tu. Selalu mereka pindah le rusikin yang baru, aja rutin sengit yang baru. Mana itu 是学生吗？你的同学哦，有休息的时候，那个一个肉，我们是做umat dia usah pacar. Sa azor dia madu nasa di rumah baru na markut. Ni harus sikit dia madu mau dari kana sendiri sikit. Kaya ada
ako sa ni mato baru makin naman kata samadan to cemas. Ako pun lagi pasin yang kena pacu mendaki wasan nama tu so ako sa rumah. Ini kena suliwat kena di mato lagi paci to cemas ako na ko to cemas to kini pasin dia ni mato. Nako mana mana to kama cemas itu mereka adu ni mato mota sinjang asal-asal. Kasengkel dia mato to sikit dia mato mato betul dia mato sa pasenay na semasa inu dia madu. Manu masa sa warung iman. Matsraga kinuman. Ato na matazo sa tirungan ni madu sama dan teo. Sa mga na si patsunan ni madu to marka sinsuwan ni madu. Pagkatay sama sa suku ni madu sa tirungan. Masa ito ni madu warung tuwa kistamuna. Tuwa makaya masan makikilingan mayari teo. Kaya doon kinapasayan na sakran ni madu. So ang bazang ni madu nasi macam Pai azo si pacunan kata sangat tu hari macam ka baru ang kinulman. Selain nga panawag, selain nga tumawala ka sa sa maraming mo kaya sa sipilan macam sa ito kay na nag itu ay ito atin na sa macam ni mga dia sa siwana. Ni ka mo nung kipasin dito na sulit na pati para raw. Dako ijo semas nunca izem ijo semas sa bazar. Nunca nagsipat ikasal rarendo da barong ijo semasa sa piso ayaya ijo talaga akas ito pinakataon ni Madu kata kay Nuria ichini siya na tagila sa dirumag sa sapoy na kay Nuria na sa ni Madu pagkakakuan kata pinaluto sa talaga kay kamami回应祷告。 Ari kay Nuria ini kena pasunsun tua maksudung tu ini ka daripada mati ada caw dulu. So kandung ina soalan apakah ada lagi pinakazonan ni madu ini ngapa ni madu akina pacian tu nusul tu sesuatu ni madu tu sadurungan ni madu tu awang ni madu awri. Dalam mana ni kamar semas so tinadiakan itu solat. Namanya atau so tinadiakan dalam mereka solat ketua cineriwatan itu ni awang ina sadurungan itu nama barungan itu ni rebutan. Pagkawasan na solat ka pasal mana-mana tanaman tu kawin dan sur. Sedang waman itu ni awang waman ini kana sadada sunta waman. Na akai na solat kiparang zaman tu ang ada ni Yesus Kristo ni Jehovah nekano igana baray ayaya kama sama sa akasi tanuso una na ngayon manamota mapo na nakamdam tu nukira zaman tu ang ada ni Jehovah pero na baray ana si kitsuman to nan naman mga uri na sarwan niya kana inuya pagawgaw apat ang ada ni Yesus Kristo amen amen. 现在得了多盖吃饭，请青年同志到台前。
祷告，我看见那不公不义、遭受谎言的人嘲笑。求你赐给我一颗刚强壮胆的心，无论环境多么艰辛，仍旧深信你就是唯一。就算不被世界理解，我学跟紧脚步，直到信仰的真理深深扎根在你的国度。你不要空壳敬拜，你要真实悔改，因为你的信实从今直到万代。公义，如同你怜悯，求你恢复我们纯洁的心，以敬虔的心，谦卑的生命，带领我们与你同行。你心的公义，如同你怜悯。求你带领我们归向你的心，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地，使万国万民走向应许。刚刚那首歌是陈嘉佑做的，堂哥，对。请安报告，请青年事工部部长来做请安报告。牧师，还有我们的岳牧师，我们的长老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青年，大家平安。我是应该看过很多次了，后来我应该有印象吧？还是我每年的脸都长得不一样因为刚好也是有在身体上的一个挑战所以可能改头换面可能是越来越漂亮在好几次，因为刚好我是刚好在我当部员7年的时间我记得我刚刚还在算，我来最多次的应该就是北业教会所以应该会常常看到我。那我的名字大根的阿香感人米亚是德拉金。那我现在在三家教会担任我们教会的执事。那感谢上主的恩典，在今年成为我们台湾中会青年部的部长。那从部员到部长，总共是7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7年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学习。那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这边。让我来这里能够请安。其实，在今天也有非常多的部员在各教会去做请安与分享。本来我们的子题只是他跟我说的有讲说要分享。刚刚我一直听恩雅的分享，我一直流眼泪，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很不容易。然后又刚刚听到我们青年的献诗。我还在哽咽我的心有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也感受到上主在生命当中如何去做工。那我们也一直都很努力尤其是我们的每一位我们的青年事工部的部员，也一直在我们的事工上，如何不要让事工只是完成，而是我们能够在事工上真的能够带领跟众教会，真的能够让每一间教会的青年对自己的教会的信仰，对自己的生命有
更多的突破，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在今天也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在我们青年事工部，我们在去年到今年我们所做的事工。那我们去年其实在这是我们的每一年我们的今年的部长跟我们的副部长、书记、书纳以及我们的每一个部员，那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也很努力的让我们的部员能够是北中南还有我们的各个区域都有，包括我们那个北台湾的势力还是票数还是多一点所以我们也在努力，是希望说我们部员能够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也能够去关怀各区域的一个事工。那我们的事工干事李斯门达唐允农牧师，那我们今年的顾问牧师是我们陈正明牧师，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都可爱有没有？可爱对正明牧师很可爱好，那我继续往下。那我们呢，在去年的事工，我们每一年的一开始一定是我们的干部造就会。那我们的干部造就会，我们去年是在安博办理。那总共参加的教会是36间，然后我们的人数，大家继续往下看我们是大概170几名。那其实每一次的干部造就会都是我们每一年的一个事工的开始，因为每一年的干部都在更新，那我们也要有新的作为。那我们也会在这当中，除了去服事态度的一个调整之外，也是在我们各个组别，不管是在会长的职分、会计的职分、文书的职分，该怎么做，我们都有请讲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来讨论。那呢，我们去年还有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北一教会的一个接纳，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接纳我们来这边办青年辅导培训那我们总共参加的教会是18间，人数是110名，这么多人。那其实那一天我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挑战我们牧师们的事情因为那一天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牧师面对面，不晓得大家听到这一句这个主题的时候会想说要面对面谈什么吗？那这是我们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的青年其实他们对信仰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对生活当中有问题，但是你们觉得他们会问教会的同工吗？应该是很少那他们甚至呢觉得呢我们的。这是我们前年在写回馈单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很想跟牧师坐下来聊聊天但是他们的聊聊天是想说更了解我们的教会在做什么。那当时非常感谢我们的，除了我们的总牧师以外，还有我们的乐牧师，还有伦安牧师瑞美牧师，以及我们当时的顾问牧师有坐下来跟我们来谈当时的每一个同工，我们都很怕牧师不答应但是感谢主牧师们愿意来直接来接受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青年一定有很多问题是让牧师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吗？但是感谢主有给牧师们非常多的智慧，让我们去面对怎么去面对生命，他们真的在困惑的是什么。然后那一天非常多青年都回馈到说很感动，虽然牧师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直接没有办法直接好像是回答到他们，但是牧师们这样子的愿意陪伴跟接纳，也成为这群青年很大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再来，我们就是持续有在做我们的台湾与百节金句在 YouTube 上我们很努力的学习
老瓜还是需要再更加的努力，尤其是部长我本人，我们也还在努力。而且我常常讲主语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5年是在那个石门国小教书，所以我讲话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那个南台湾的腔调。我真正开始讲主语的时候是在石门，所以那个我们的教会到现在还说，哇，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讲话的音调怎么还是像那个石门那边的，还是像南台湾的吼？好，那往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办的是社青的一个读经营，我们非常关心在社青上面的一个需要，因为诚如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北业教会非常多的社青，是从我国小的时候我看到的社青，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社青，好，一直在陪伴我们的青年那我也是很感动。那因为社青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会扮演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有时候是主日学校长，有时候是主日学教员，他们又要工作，有时候又是教会的执事长老，所以我们在社青的关顾上会也比较也会多一点，然后也在他们如何带领青少年上，我们也会特别的在这当中来去开设一些课程。那我们也有办理我们的排青运动会。当时排青运动会第1届是因为我们的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去做夏令营而办理的，没想到这个活动变成我们青年最喜欢的活动，因为可以跟各教会有一个连结，跟各教会有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去年又办这样的北业国小，那参加的人数是120名。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情景那代表我们北业国小。那么我们也特别在2025年开始，我们有在做排青的分区祷告会，是针对我们各个每一个联导网，我们各个青年的分区祷告，除了各区聚集在一起讨论我们彼此的事工之外，不得不说我们在中北区或者是中部区域的教会，真的是我们很难抵达的地方，但是透过这个祷告会，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更聚集。那我们去年是有我们有办就是都南区的一个祷告会，那是在屏山，那总共是6间教会跟48名来为我们的都南区的事工来祷告。那我们的横向连结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的青年部的部员也时常参与在我们的中会教会事工跟活动当中。这都是我们协助各个部会，然后协助总会的一些事工的一些照片。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各教会团契来人民召跟青年主日的请安，即使我们已经跑完了所有的教会，但是我们仍然鼓励我们的每一个部员，是我们每年都要去人民召不同的教会。就是有时候教会会跟我们说，哎呦，我们这边没有青年啦，你们不需要来了。可是我们都跟他们说，不要不好意思，没有青年的地方，我们更要怎么样？我们更要去，因为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觉得是有带有盼望，也感受到我们青年的一个生命也正在努力的一个成长。这都是我们去到的各个地方。有时候我们的部员会一个人去台北，一个人去桃园，一个人又去屏南区，所以也真的要为我们的每一位部员来摆在祷告当中。那我们接下来的新的一年，我们做完成的事情是，再往下，那也持续的为我们代祷，因为我们今年要去的是4间教会，就是新园教会、早瓦哥、新路跟大美教会，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同工们要一起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其实我们每一位部员都有负责一个
区域，然后我们都会去关心，然后并且去分享，有时候去来带领他们青年的课程。那我们有办完的是青年干部造就会，我们这次是在格马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的接下来，我们下一年开始就是我们的10年的一个宣教。我们预计希望是接下来的10年，我们有一个叫做排青门徒训练的课程。这个课程是要为期10年的。那要怎么做？我们明年再跟你们报告。我们还在努力中。我的白头发已经长很多根了很年轻，但是我的白头发已经长很多根。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希望我们不只是参加活动，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信仰上是有根有基的。所以这个门徒课程我们会持续10年。那这个10年我们要怎么走？我们明年来跟你们报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北一教会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同工群那我们这次又有办一个7月3号到4号，我们有办了在达瓦兰教会的一个日光营季青年大会。那在这青年大会中，我们有邀请我们的三林教会的卢瑞哲牧师，以及在外面读书的宝宝尼牧师，还有我们的中韩文传道师来与我们分享在信仰上、在文化上、在福音上的一个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那我们就是在达瓦兰有完成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仍然也有分区的祷告会，我们也会配合各区的联导网。那我们还持续的在今年就是有青年主日的奉献，还有我们的联合开学礼拜，就是在下个月在长荣大学。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2026青年部的年会。我常常说年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我每次在每一年当中，我都在鼓励各教会的青年一定要参与在我们的年会，因为我那时候我每次报告的时候，我都说为了更多不同区域的事工青年加入到我们的台湾中会的青年事工部里面。但是当我在回想这7年，我在看我们整个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到底我们的参与在我们的年会，参与在我们的青年事工部里面，到底得到的是什么？我必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分享，是在这历年当中，我们的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不断的有人来呼召成为不断的有人来愿意来委身成为我们各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不管是从我们的一桥牧师和石瑞牧师这个是。然后近期的就是我们的布伊萨拜，我们的部长，曾经的部长，还有我们的庆恩，还有我们的启源，这都是去年我们送走的我们神学生。那在今年，我们的上一届的恩平部长也将要来，已经完成了他的测验，他也要进行了1年的一个观察期。所以我一直在想是。我们青年事工部的事工，不是只是事工而已，而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让青年认识到他自己的信仰，如何愿意在这当中愿意来委身。我不是说这个全部都是青年事工部的一个功劳，这一定是各教会当中，也在各教会长期栽培我们的青年的关系。但在我们的这过程当中，在青年事工部的服事，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说，在青年事工部的服事，的确也让他们在某个服事的时候，让他们愿意来成为传道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7年当中，我看见一个。我们的服事，我们青年事工部的事工，不再是事工，而是真的让每一个青年真的愿意走进中会的事工，来愿意被修剪、愿意被调整的过程。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青年，
要愿意参与在服事当中，不是说把自己当作是好像是一个劳工有时候青年会说我们很像免费劳工，老公我们也没有免费啦，我们人家在天上有财宝，我都跟我的青年说你今天有一面墙壁了有一面墙壁，然后常常跟我的青年人跟我的小朋友开玩笑说。有了，那个走廊有了，铁皮有了，我们都会这样互相鼓励。那愿我们在这当中，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不管青年委身在教会的服事，委身在中会的服事，委身在总会的服事，都不要小看自己在任何事上的一个愿意。那也继续的为我们青年事工部来持续的来祷告。明年不晓得还是不是以部长的身份再次来跟大家请安，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青年事工部的事工持续的有人在传承，持续的有人在接棒，持续的有人在继续的愿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那以上是我的请安与分享，愿上主祝福我们的北业教会，也谢谢北业教会愿意接纳，愿意让我们都来这边来做一个请安与分享。以上。谢谢我们的部长公道，付出为马斯拉斯拉尼的努力。首先，为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的各项事工摆上，求神加添力量及聪明智慧，并祝福所有部长及部员，为事工同心同行。第二个，为我们教会所有的青年摆上，无论在信仰、课业、工作都蒙神祝福，能够平安顺心。第三个，为7月份出生的弟兄姐妹做祝福祷告，请7月份出生的弟兄姐妹到台前接受祝福。结束后，请总牧师为我们做交托的祷告。我们早上礼拜的时候没有7月份的33个人，礼拜结果没有一个7月份的。阿里卡尤里。没有，我要改一下那个。这是努力上生的不够这多生生的球改，把mereka masuk做嘛生生的大概有点，或者那么个是个kandungan si kamangon mereka kau kiukai mereka masuk tu. Sudah masa lusan mereka sudah masuk tu kiukai. Sudah kainuran dia maju, kui dia maju, senang-senang dia maju, yang sempurna dia maju dah. Lagi saya dia sudah mampu dah. Saya sudah diulidah, nanti saya sudah menegakkan. So asin nasi pola kita paling dia dari kainuri, mereka sudah kerja.
你要给人能认呢，你要怎么说？大家好。Ibadah menamida ita tuanya baru makiong ki parang itan suntua sengsengan no marga yang tutulan itu ciukai amarga susah kaulan apin intana sengsengan yang maju namanya ada video tu nisuna marga yang macucu ibadah ciukai masjid atau makaya so ini akan dia maju dari minta saruan nak kiringa tu aso kiri baga so picor sesudah kebi asa supui sekacu yang maju sengsengan yang maju Saka mas-mas, itu namanya diri auto sudah mereka solat. Di wajah nama dua, tua sukini jangan tua cengai watan ada wajibkan. Di wajah nama tak kiau kuti sunnah pada baga bazurung. Kimiam kecuali kuat sunnah bawaan dan cari. Itu kian semudiran itu kian salan, itu sungsungan, itu salwan. Udah itu sunnah na kemana temadu ayat kena kian na inuri. Saka mas-mas. Hanya itu dia mampu dah cukup dia kau apa nama ni Yesus Kristus. Amin. Amin.祷告贡献，我们有罗毅同学做服饰。感谢你的赐福，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平安度过每一天。现在我代表兄弟姐妹，将我们的奉献献上给你，求你祝福悦纳，也让我们教会事工顺利推动，在每一天继续带领我们平安健康。如此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周报报告，我们请子恩弟兄来做辅助。好，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看我们的周报，在第2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上礼拜7月18到7月24号的聚会的记录。
上礼拜天的清晨主礼拜人数30人，奉献总计2131元。9点半礼拜呢，人数是73人，奉献是3990。2场礼拜人数合计103人，奉献总计6121元。我们上礼拜天的长职前的祷告会有人数总共16人，周3祈祷会有34人，主日学小朋友10位，然后教员2位，家长1位，我们奉献总计是560元。好，松年团契祷告会这边帮我写上去，一共5个人，然后主理是由池秀敏执事来主理。再来青年团契，因为上礼拜6青年团契。因为那天刚好是我们的收获季，所以我们把聚会提前，但是就是以练歌为主。好，那天来是6人。礼拜天，聚会人数13人，奉献是1330元。好，我们上礼拜家庭礼拜各小组的聚会人数，我们一起看。第一组在林文斌执事的家，总计14人，聚会人数14人。第二组在叶玲姐执事的家，一共16人。第3组在陈永生服务的家，一共聚会人数7人；第4组在林美旺服务的家，聚会人数有19人；第5组在一日服务的家，一共有11人。我们5个家庭礼拜和小组的聚会人数合计是67人。再来，我们看一下上礼拜天各项奉献，教会奉献。首先是牧育馆的奉献，奉献人数有14个人，加上我们手机，那这个是一长杯是吗？中会一长杯，我们与会牧师带去义卖的，那我们卖出了，还有礼拜我们总计卖出了3400元，所以我们牧育馆加那个手机义卖的奉献总共是28400元。11奉献人数7人，总计39700元。感恩奉献有3个人，然后总计是3000元。生日奉献2位，总计1000。那我们上礼拜所有的聚会的奉献，然后包含我刚刚有讲的那个青年团契1330元，所以总计我们改一下，金额是79551块，79551。好，再让我们看周报第3页，我们看一下下礼拜的事工，从礼拜3的祈祷会开始，主理是由我们的陈明辉长老主理，司琴我。然后我们的领读的章节在路加福音9章18到27节，门徒训练我们这样的一次，那我们是改由诗歌招上由圣乐组负责同工来服侍，那祈祷会当天的招待呢，负责由总务组来服侍。7月31号礼拜5的家庭礼拜，第一组在分和华长老的家由总经的牧师主理。第2组改一下，在高秀举服务的家，不是高秀举服务的家，由陈玉慧教育牧师来主理。第3组在曾清卡妈的家，由文斌执事主理。第4组在吕正生卡妈的家，由邱莲执事主理。第5组在林清华服务的家，由林美花执事主理。好，就是第2组改为高秀举服务，就是高文正长老。好，8月2号下礼拜天的主日礼拜，我们清晨主礼拜跟9点半的礼拜都是由陈玉慧教育牧师主理，然后私会就是以柯玉花长老，私请6点半的私请由郑元成执事，9点半私请我，6点半的奉献由徐春慧长老，9点半的私献由郑丽萍执事，周报报告由郑元成执事。那下礼拜的诗歌的领唱、带敬拜跟献诗都是由我们的兄弟团契来负责服侍。音控由高礼杰弟兄，插花是我们家庭礼拜组的，插花则是由第5组家庭礼拜组的第5组来负责。礼拜的读经由我们青年团契的读经小组来安排读经的人员，招待服侍由教会的服务组。主日学，我们下礼拜轮到是第3组，那讯息分享是由我们雷俊秀老师来做讯息分享。那其他的组员包含高立忠老师、陈威宇老师、陈美惠老师以及我们的朱军校长。好，各团契的聚会事工在上礼拜，不是上礼拜，下礼拜8月2号第1周松年团契的清晨祷告会有美丽卫牧师，那服侍的人员是高中花执事，私献是由王金玉如。好，那其他团契没有服侍，只有松年团契。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本月份最后7月份最后一次的经节，在箴言第1章第7节，我们看到了哦。好，我们中文我们华语跟母语一起念，敬畏上主，预备来。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愚蠢的人轻视智慧，也不愿意。好，台湾语。阿巴赖哇阿赖马班卡巴西转多阿巴鲁阿布鲁阿萨萨斯马卡古阿古巴鲁曼萨卡伊卡迪赖古卡古阿迪杜鲁，这是上帝的话。下周的行文是在使徒信经跟大家萨鲁印罗马勒卡行导览，因为是第1周我们念使徒信经。那也感谢呢，今天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主日特别礼拜，然后也欢迎也感谢我们青年事工部的部长阿香部长来向我们请安报告，然后我们也继续为着我们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各项他们所要在今年完成推动的事工，以及他们所关心代祷跟奉献，我们一起来做摆上祷告，然后也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的青年，不管是在往后的工作，或者是在职场，或者在课业上，都能够有上帝的祝福及保守。再来，我们8月1号礼拜6是礼拜六，我们的总牧师要代表我们的总会参加总会高雄众生教会重生教会办理的神学院考生人格测验的研习说明会。那保守牧师在去高雄路途上都能够很平安。好，8月1号，同时那一天呢，我们这个跟昨天也跟青年讲过了哈。教社部在中生教会办理的这个源泉讲座，主题叫加兰路的研习会，那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3点。那有兴趣的青年都可以来参与。那报名费是1个人300块，然后玉慧牧师也是提醒我要鼓励青年参加，昨天一直讲啊。好，再来8月2号呢，牧师也很忙前往我们的古华教，他要前往那个春香古华教会参加陈恩惠牧师的续聘感恩礼拜，然后那天他也要担任讲道的服侍，也保守牧师在去古华的路上都能够很平安，也保守他在那边的服侍都有神的看顾及保守。好，8月2号，因为是第1周的关系，所以那天有陪上会员，所以有请休息的弟兄姐妹留下来。那天也有定期长子会跟小会。8月7号礼拜五，总牧师要参加传道事工部在访寮办理的福音与文化的对话筹备会。那在下礼拜天呢，就是我们8月份的第2周办理我们教会今年度第4次的圣餐特别感恩礼拜。那请有意愿要受洗或者是要接信你的弟兄姐妹，可以尽快的向牧师报名。8月2号之前向牧师或是长老报名，牧师要帮忙上课。好，最后一点，我们也是持续为着我们教会不管是他生病或者是有困难弟兄姐妹，我们一样持续为他们来做祷告。长老有补充？没有哈。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宋荣，我们翻开台湾圣诗第249首，贵重请起立。
Palay Zengur Kumogo Tua Tubunan Nasi Mani Ulay Mentalisun Paya Iso na malindiri di Autolisun Amerika Susa Sekaulan Alu Kisikau Tua Sukiukai Imasiri Tu Sua Isiukan Kamasemas Keong Mentalisun Tu Tisna Mabinawa Tua Sutsamuan Tasu Picur Pagizang Tua Su Seri Baik Nuki Busun Senganan Inapu Picur Sikamamua Mamaragasuanan Nama Zengur Sumadan Baik Sukina Suungi Ani Alehai Imamada Odamana Kumasyoda Tua Su Uma Oro Kiamagen Kilibag Nuata Kamasemas Sa Talibabaw Pasling Nota Manyaling Ati Yesu Kristo Akizam Pau Pisor Kimiak Nuata Lapalawatsan Na Wawak Nuat Semas Klasi Pakizam Ni Tanumon Kumaitu Sobat Teparaw Amin Amin Kalau rumah udah dilihat juga mohonnya langsung juga ya. Nah, kita mabulan kajian. Berkaitan dua sini bawa kata macam tu, kata rehan, nama sekarang tu nama Islam, kami dia nama Buddha. Saya sisa dia Dia tahu si pas malam mas mereka tu nasi kupang baik tu, no sami nak masuk mata dia hai, mereka itu tuan terlibat dengan semas, masa di naik payung siang ada bagai pintu, kasih biru jama tu, satu masuk mata dia hai, dia nak ada majalah, nuri, ya nana pas malam terjadi sesuatu. Itu sepasang no sami no macam ini dari suam mana tak ini pada bagi kita sama jadi dia macam ini nak baca dia yang sini oleh semasa ini dia macam ini apa kita semua dua jadi apa ini dia pakai yang sini ada cuai macam seluruh di kuda maka tanaman nakasih biru tadi malu saya beri itu semana tak sesuai dengan ada pas malam tadi dengan ada sesuai.那待会我们展示童工在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在这边要为我们祝愿的弟兄姐妹们，以花永香姊妹跟婉清华姊妹，我们在这里一起为他们公祷。来上感谢。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会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去到韩新宇以及曾清一弟兄姐妹的府上来为他们来上感谢的祷告。那有关我们基督光彩的施工做这样以上的报告。那你说你有马祖刚才说嘛，那来努力嘛来努那大家的什么的多兄弟团契哈。我sama na tadi ini kayak si Bukong kayak yang ada mana kita sama sama si Malau mani jangan. 人数86人。我们有你来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民东基督教医院生意部主任，黄建昌医师，欢迎老少伟。然后因为今天我是来
是由那个马家卫生所那个值班通常有值班，如果 OK 我会过来。其实如果部长有机会可以过来一起聊天，因为那个我们目前那个宇宙基督教医院是跟澳大利亚，因为我本身是澳大利亚也是当传道人所以我们主要是帮助青少年怎么在信仰的扎根跟英文学好如果等一下我会在假设你有空可以来我们卫生所。美业卫生所，然后另外一个我本身是那个家庭学科医师然后我们重点是全人关怀，所以理论上那个所谓全人关怀包括身心灵的健康比如说很多长青组啦，然后青年组啦事实上我们目前刚好那个有一个澳洲牧师过来定牧师，他本身也是台湾的假设这些年轻人想跟这个牧师见面然后那个他会怎么一个一的跟你鼓励，还有教你怎么学英文。其实我们现在大概5、6年前我在百合国小跟那个陈校长讨论，本来我们想从澳大利亚邀请一个牧师过来，这是神学毕业的，这是停留在那个百合国小，这是主要在信仰跟英文上面帮助这些小朋友的。然后现在我们目前这个牧师大概8月10号离开，然后就是重点放在那个14到18岁的小朋友。刚刚那个什么徐雅，如果说你英文那个学问如果你等一下有问题，你可以来找我。好，谢谢大家。还有那个，来那个，好，来，你们我想说在哪里呢？平安，我是嘉义村的，我叫任呢，我是陈秀玉长老的女婿。这个也忘记了。还没请示啊？还没杀猪啊？对了，还没请吃饭而已，不小心先登记了。我是罗安，我的妈妈是蔡桂珠，李二人。家族名。我是那个闽南流血是我的那个闽南，然后我是蒋家的，我是蒋家出来的。知道了哈？知道。蒋家流血这个家族。你也是蒋家的。对。抓了呗。蔡家啦。蔡桂华、蔡桂珠儿子，拜的是干咩干的什么干干什么？好，成功。好，长老教会但是要带奉献来。礼拜主的责任就是这个我们特别感谢我们青年会我以礼拜主的身份这个感谢这个我没想到我那来了很稳重呢。我以为他有棒球的那个投手的那种威力打击的威力真的很稳重这次青年会表现的相当的好。好，我们改掉了，打过来，继续努力刚才你们的部长讲说要培养进神学院的什么？上帝的器皿，对不对？有人就低头这叫做梦想对。好，谢谢kita orang ni kan tu kan还有人报告吗？好，我们一同站立。愿神祝福大家平安。